扎西德勒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雪域漫谈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蒋阳。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张玉建先生。张先生在2014年从中国大陆移居到澳大利亚，曾经在昆士兰和悉尼的官方和非官方教育机构中工作。目前呢是澳大利亚一所中学的教师，同时也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忠实信徒和西藏自由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从2017年起，张先生曾多次到访印度，参加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会。那么自今年6月开始呢，他担任了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感谢张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首先呢，想要请教张先生，本次西藏游说日活动他提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那么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本次澳大利亚西藏协会提出的主要目标，我们有3个主要目标。第一个就是保护尊者的转世，就是希望尊者转世不受到中共的干扰。尊者的转世是非常明确的，应当由全体藏人和所有藏传佛教的信众来决定。我记得尊者也讲过，共产党是无神论的政党，如果他们真的对尊者的转世很兴趣，那他们应该先去找毛泽东的转世，去找邓小平的转世。所以说我们这次向议员提出诉求，第一个诉求就是保护尊者的转世，第二个我们就是要希望采用马格纳斯基法案，对中共的官员他们在西藏有对藏人有人权上的侵犯，干涉他们的宗教自由，应当对他们制裁。这个法案的全称叫做采用就是说自主制裁修正案，马格纳斯基刑事及其他性质的制裁法案2021。这个法案是去年的12月份左右通过，所以说这个法案刚刚通过，我们今年就去游说了议员，希望他们采用这个法案去制裁中共的官员在西藏，如果他们对藏人有宗教上、语言上、文化上的侵犯。第3个就是平等入藏原则，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中共的官员以及中国的人民，他们来澳大利亚能够自由的去不同的州、不同的领地、不同的城市参访，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同样的，澳大利亚的公民、澳大利亚记者以及藏裔的澳大利亚公民能够去中国不同地方，包括西藏。所以说这是一个对等的原则。如果澳大利亚的记者能够去西藏，能够自由的采访，如果能够不受监控、不受限制的去采访，那我们自然而然可以证明西藏是拥有自由的。但是现在澳大利亚不能去西藏进行自由采访，这就是我们对议员提出的第3个诉求，希望他们采用平等对等原则。好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西藏游说日活动前夕举行的这个培训活动？那么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是怎样为藏人代表进行培训的呢？我们做了大概3到4次的培训活动。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教这些藏人代表，他们是从不同的州、不同的领地来到堪培拉，告诉他们如何进行游说。那首先里面就有3大主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故事，第二个就是自己的故事，以及就现在发生的事情。自己的故事就是每个藏人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是否过去在西藏受到虐待，他们是怎么逃出西藏的，他们的家人现在在西藏是怎么样。我们的故事关于现在西藏人民他们是否拥有自由，是否能够去遵从达赖喇嘛的意志，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更是一个政治层面的事情，指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高压政策是否办了寄宿学校，藏人就是说集体方面能不能获得护照去印度去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会。所以说这是我们主要对这些就是西藏的一些代表们进行的培训。我们还谈到了别的事情。在假设如果你和议员沟通的时候，因为以前过去有发生过，他们去见了议员，议员有时候
跟他们在聊家常，慢慢这种方式开始进行时候，就有时候对藏人的服装感到很兴趣，他们就会说，哎，你的这服装很好看，哎，你这服装代表什么意思？所以说有时候在20分钟、30分钟的会议时间，大概有时候10分钟到20分钟就开始讲西藏的服装，就是偏离了这个主题。哎，所以说我们在讲西藏服装的时候，就要跟这些代表们进行讲如何通过服装立刻转移到我们这次要去讨论的这3大主题，因为服装不是重点，因为西藏的藏人的服装确实很好看。那如果议员对跟藏人代表进行沟通的时候，对你的话题不感兴趣怎么办？因为有些议员他很感兴趣，他对这个话题非常了解，他越听越想听，越听越深入。但是有的议员听了几次后就不是非常的有兴趣，他就不想再听了。那这时候我们就是跟这些代表说，你要保持冷静，把你要讲的话讲完，如何去达到你要实现的效果。还有就是第3种情况，如果议员他要去参加投票会议或者党团会议要提前离开，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是跟藏人代表们讲好，是否能够要求议员和藏人进行一张合照只有达赖喇嘛的画像。我们还考虑了如何和各代表的藏人的代表和这些议员他们的选区进行分配，因为你知道澳大利亚有6大州和2个领地，因为我们有很多代表是来自悉尼，那我们就把他们派到新南威尔士州参议员这些选区下面。有些代表是来自西澳，那我们就尽量把他们放到西澳州代表的选区下面，而有些代表是来自维多利亚州，那我们就把他们派到维多利亚州的选区了。因为议员代表们他们对自己的选区也是非常关心的，因为参议员他们是每个州选出来的，众议员是每个地区选出来，我们尽量跟他们的选区进行配对。我们在倒数第2次的一个会议时候，我们还请了美国的声援西藏运动 ICT 步冲次能先生来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特殊介绍，分享了一些他们的经历。因为 ICT 我们都知道，他们主要是在美国，尤其北美那一边做了很多的游说活动，让他们讲一讲他们过去的经历，他们过去怎么在游说美国的民主党或者是美国的共和党。所以说智能先生他也讲到这样的道理同样可以用到澳大利亚，怎么去游说澳大利亚2党议员，怎么去游说澳大利亚的工党，怎么去游说澳大利亚的自由党的议员们。那么张先生，在这些参加培训的藏人代表主要来自澳大利亚的哪些城市？那么他们当中的在西藏境内出生，再从印度移居到澳大利亚以及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这个比例大概占多少？接下来的代表们都是从西藏出生，然后之后来到了印度，再来到了澳大利亚。部分或者是极个别是在印度出生和在澳大利亚长大，或者是澳大利亚出生在澳大利亚长大。那所以说，对于在澳大利亚出生或者是印度出生长大的藏人，那他们更加会倾诉于他们父母之间，父母一辈发生了什么故事，他们父母是怎样艰辛的逃离了西藏，当时受到中共的高压政策，来到了印度，再从印度辗转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家庭的经历，如果是过去是西藏出生的，那他们有些就是在西藏被关过，受到中共的酷刑，然后之后关了1-2年，或者有些是更久，再逃出来以后，所以说他们在跟议员交流的时候讲出他们自己的经历，所以说这些是非常感人的事情。那么张先生下面呢，你能否和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游说活动所涉及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党以及各党派的这个参众两院的议员？这次我们去游说的政党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各个主流政党都有涉及，就是说现在执政的工党，以及现在在野的自由党、国家党，以及澳大利亚的第3政党绿党，还包括了很多的独立议员就是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有的。所以说最突出的2位议员我要讲一下，一位是华伦英奇先生，他是自由党的代表，还有一位就是苏泰普曼女士，她是工党的议员代表。因为他们2人都是澳大利亚国会各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他们2人同时担任主席，所以说他们2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都把他们2人安排在内。所以说我们让藏人代表，我们把他们分成5组，让他们跟不同党派的议员进行接触，进行交流，去讲述西藏的事情，让他们都来支持西藏。好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大多数的这个西方民主国家里面都成立了这个国会的支持西藏小组。
那么目前澳大利亚国会的这个支持西藏小组的支持力度，或者是说它的成员是怎样构成的呢？现在主要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位是英吉先生，他是自由党的议员，还有一位就是泰普曼的女士。英吉先生是昆士兰州莱卡区的一个议员，泰普曼女士她是新南威尔士州蓝山这一地区的议员。现在主要是这两位成员作为核心成员，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位是非常强烈支持西藏的，就是 Kimberly Kitchen 女士，她是维多利亚州的参议员，她就刚去世不久，当时也是澳大利亚很震撼，她当时那么年轻。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希望就 Kimberly Kitchen 女士去世后，别的议员能够继承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本次议会游说的一个主要重点，就是说在抛开那三大重要主旨以外的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希望其他议员都来加入这个支持西藏小组，让他们成为支持西藏小组一部分，以及我们在考虑明年能否让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们和我们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以及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在驻堪培拉代表一起来访问达兰萨拉，让他们亲手来了解第一线的知识，因为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讲的故事还是太远。所以说，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肯定会首先被受邀来达兰萨拉参访流亡藏人的现状。好的，张先生。那么在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开展游说活动时，代表团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值得分享的经历呢？有印象，以及代表们也是记得非常牢。就是我特地要提到，就是绿党的 Jordan Steele John 参议员，他是西澳州的代表。当时呢，因为我们是给绿党的各位议员们、各位参议员们组成了相当于一个党团活动，就是说两组的藏人代表一起去，他们议员也来了好几位。当时呢，Jordan Smith 庄参议员他要提前走，因为他当时要去参加一个投票会议，还是一个其他的党派会议，所以说他提前走。那他是非常的有心，我们中午在享用午餐的时候，他特地来了餐厅来看我们。这位议员他尤其是对残障人士的权益也是非常注重，他特地过来和大家合照。当时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噶玛森格先生也在，特地给他送了哈达代表藏人的敬意。他可以看到，如果在照片上你可以看到他是坐在椅子上的，并不是他想要坐着，因为他是坐在轮椅上，他没有办法站起来，所以说他是非常非常关心西藏的议题，所以说也是特地赶过来。那么我们了解到，原定于今年9月举行的这个游说活动呢，因为英国女王的逝世的缘故，而推迟到了今年11月举行。那么因此呢，这是否构成对游说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呢？其实我记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当时已经策划了很久，我们做的很多培训是从7月、8月开始，我们已经给我们各位代表做了好几次培训，从7月开始培训，8月开始培训，当时是做了很大的功夫。伊丽莎白女王是在9月8日去世的，那时是星期四，如果换成澳大利亚的时间，应该是9月9日早上凌晨左右。我记得我当时凌晨时候醒来就收到这条消息，然后我们9月9日，我们就立刻召开了紧急的理事会议，因为就会导致国会关闭。我当时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也很吃惊。我跟我的朋友也说，以及跟其他的理事执事讨论，我说是不是英国的国会关闭了？他们说不是的，英国的国会是关闭了，澳大利亚的国会也要关闭2周，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她不单单是英国的元首，也是澳大利亚元首。我们也知道，女王她也是加拿大、纽西兰很多国家的元首，所以说当一国的元首去世，国会就是自动休会2周。所以说当时很多议员他们就是不能再来堪培拉，因为我们也知道议员他们都不是住在堪培拉，他们住在自己的选区、自己的州，代表他们自己人民为他们进行社区服务。一般是国会开会的时候他们飞到堪培拉，所以说他们就干脆不来了。除了个别的议员当时还是留在，所以说我们当时要取消住宿取消会议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当时是很多很多的行政工作要做。我也首先要感谢我们当时的那个执行办公室主任，他做了非常多的活动，跟各方面进行沟通。但是呢，还是有几个会议仍然继续，因为当时还是有几位议员，其中一位议员是麦克克先生，他是前一任政府的，当时他是副总理，他是国家党的
主席，当时我记得他就跟我们议员藏人代表们有谈到，因为藏人代表不是去了国会嘛，还是有几位藏人代表去了国会，在9月13日的时候，他看到藏人代表的衣服很奇特，他们就聊上了，然后之后就带了那几位藏人代表去了国会的户外区域进行聊了聊，他们是哪里来，他们是来这里干什么，他就讲到他自己的选区里面有一个城市叫沃嘎沃嘎，那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个内陆的城市。他就谈到我知道我们那边我的选区沃嘎沃嘎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藏人生活在那里，所以说他们就交流了一下，所以说我们也希望他来支持西藏，所以说那是一个很奇特的相遇。当时这位前副总理，我们之后我记得那天藏人代表其他几位他还是遇到了现任的国家党领导利陶普先生，交流了一下，利陶普先生当时还是在国会，还是在堪培拉，所以说我们希望他继续进行支持西藏。当时噶玛森格先生代表他也是去了。那张先生在游说日活动当天呢，我们看到西藏人民议会澳洲和台湾选区的议员丹增平措先生和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的代表噶玛森格先生呢，一同前往那个参议院的会议厅，并且呢，受到了绿党参议员珍妮特·赖斯女士的欢迎。你能否具体谈一下当时的情况呢？当时是国会参议员，他们就是说参议员们在议会里进行辩论讨论，以及对于特殊的客人进行表示欢迎。当时我们是派了2组代表前往，当时也包括了就是说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丹增平措先生和藏人行政中央主要代表噶玛森格先生。当时绿党的珍妮特·赖斯女士特别向全体的参议员，当时是在议事厅里面的议员介绍，噶玛森格先生是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也是尊者的代表。彭措先生他也是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他也特地强调，因为他是一直关心西藏议题的，他6月当时是和噶玛先生一起去了华盛顿特区去参加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所以说没有这位赖斯女士支持，我们这一次的游说活动不可能说可以是办的那么的成功。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的是，相比以往的这个游说活动，您认为本次的游说活动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成就或者突破呢？今年的游说活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就是说有一个法令在支持我们如何使用马格纳茨法案去对中共的官员进行问责。如果他们对藏人有宗教性、有文化上以及语言等方面的侵害、迫害，所以说他们可以被问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莱斯女士的欢迎，因为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在参议院的议事堂进行一个公开的欢迎，所以说这点我们是过去没有见到过的。所以说我认为这2点是非常的特殊。好的，谢谢。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您是否还有其他有关于本次西藏游说日活动等方面的讯息想要和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呢？最后我想讲一点，以及我们在培训时以及藏人的诉求都是非常的直接、非常明了。这个游说活动不是去寻求西藏独立，是去使用中间道路的方式，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下寻求真正正义。如果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的方式能够达到，那藏人们就无需跑世界各国不断的去游说，不断的去呼喊，不断的去呐喊，提出他们的诉求，采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中间道路的方式，保证藏人的宗教、语言、文化以及民族特性能够不被受到汉文化以及中共的干扰，完完全全的自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行中间道路的政策。好的，张先生，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雪域漫谈访谈节目的采访，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雪域漫谈访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